腓立比書第2章第1至30節。一所以在基督裏若有什麼勸勉，愛心有什麼安慰，聖靈有什麼交通，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，而你們就要意念相同，愛心相同，有一樣的心思，有一樣的意念，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。三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，只要全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。四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五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。六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。七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八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信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九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。十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，無不屈膝。11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於父神。12這樣看來，我親愛的弟兄，你們既是常信服的，不但我在你們那裏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，更是信服的，就當恐懼戰兢，作成你們得救的功夫。13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14凡所行的，都不要發怨言，起爭論。15使你們無可指責，誠實無偽，在這彎曲背謬的世代，作神無瑕疵的兒女。你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16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，好誇我沒有空跑，也沒有徒勞。17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，我若被澆奠在其上，也是喜樂，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。18你們也要照樣喜樂，並且與我一同喜樂。19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，叫我知道你們的事，心裏就得着安慰。20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，實在掛念你們的事。21別人都求自己的事，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。22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，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，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。23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，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。24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。25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與我一同作工，一同當兵，是你們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給我需用的。26他很想念你們眾人，並且極其難過，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。27他實在是病了，幾乎要死。然而神憐恤他，不但憐恤他，也憐恤我，免得我憂上加憂。28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，叫你們再見他，就可以喜樂，我也可以少些憂愁。29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樂樂的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。30因他為作基督的功夫，幾乎至死，不顧性命，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，